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今仔日举办好西镇的采价活动，希望会当推广台湾的传统艺阵文化。这2天伫台湾戏剧中心有精彩的艺阵表演，阁有蛋仔通西，有食阁有掠。 锣鼓声满街路，传统艺术中心伫10月13邀请全台湾27个顶头甲民俗表演团体上北，互民众认捌台湾艺阵文化。头一天透早特别举办采价活动，为台北的台湾戏剧中心行到芝山岩的惠济宫，人西请神。 来，现在呢，大家在现场看到的呢，是我们北台湾台北地区历史最悠久、资格最老的金狮团，就是咱的大龙宫竞赛团。 2个小朋友，他们就之前都会在看那个舞狮的那个影片，所以想大家现场来体验看真实的。而且今天有很多团体会来串演，所以让他一次看个够这样子。这届参与的团体有各地各小的人西社团，嘛有地方顶头，像今年才拄伫国庆大会顶悬表演的台南溪南寮兴安宫的金狮镇，因的狮头是旧年乡口特别做的，做法传承超过200吨。 伊这毋是咱一般的广告原料哦，是咱的中药材一种的种自西的色地，即马非常贵。阮做这一只自西的色地可能要万几块，所以伊的色系吼，所以非常的柔和。 艺阵团将树林三大宫的主神神农大帝、开漳圣王、天上圣庙请来戏剧中心，文化部长李永德甲团剧中心主任陈月琪共坐伫台顶替师傅点眼，为这2天的活动祈福，嘛邀请民众拜6礼拜做伙到戏剧中心踅市一搭看艺阵表演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